人的是个生日挂呢。我听不清楚。你该又挑干嘛干？你怎么抢一起啦？来抢了啦！抢一起啦！抢一起啦！有做料理的精神，就是讲做菜的时间没有讲究，系嘛？对，品品这么讲。做马卡做第一个就冇关系，而且第一名就好。嘿，大表面啦。要，我要。今日係遇到中品類，也係遇到中品類嘅。全部中愛。其實民族節係客家小炒的汪啦，所以台港沒有。好。第一流沙該下就講啊，他們兩個比較喜歡吃辣一點的。我們客家辣妹子啊，對不對？你看很有自信。最重要菜要熟。哦，菜要熟啊。冇熟唔食到身體問題。命中嘅條熟哦。係啦，對啦，我突然間縮死女咯。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銀主，我係鍾白強。今日當歡喜來到竹北亞道邊，講到竹北呢，大家都會想到係科技開發，錯。所以這邊很多科技新貴。唔過呢，今日來到兩個位勢，就係竹北香火東方嘅一個公安宮，亞道邊嘅祭拜嘅就係一個大夫王爺。哦，這個大夫王爺，係咩攞個上大有關係咧？其實吼，逐年嘅演出哦，全有期盼嘅帶性中青嘅新春祭祖嘅你啊發通哦，全有動到上大嘅應來哦。而且呢，唐講啊，家講到當年演出嘅時節，也祭拜時節，人搶人，人山人海，故說呢，亞道邊正經係香火東方、人丁東方嘅好素材。好啊，馬上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呢來分享到嘅係盧尊彬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在地的，在地的。他今天是走路來的啊。全部靠黑主紅嗎？我還有一點點距離。哦，好，你好，分享到嘅係青葉鳳師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希，大家好。你好。佢嘅時坑炒來嘅，我坑唔來啦。你係聽到上山嘅衣服對吧？上山，都是在地人。真嘅。好，馬上呢出來分享到菜地嘅沉水站，提前呢來分享到我亞道邊嘅係姐妹檔，來分享嘅係鸞鳳姐嘅別足記。大家好，歡迎。來這邊。很強哦。動將哦。感覺就是從年輕參加比賽到現在的感覺。哎呦，有那個氣場。有那個叫什麼戰功凛凛。哎呦，唔怕，你好，放樣到咱前面一號。好，總上放樣係表姐妹檔，親友叫到板水潤。大家好，來。哇，基隆沙參加比賽咪動到哦。真嘅。好，就唱我們的大姐老太家小姐哈，而家就都準備啊，特別係肉啲多，現在特別係肉啲啊。一個新月灣，新沙灣，我把4個字都倒過來了。你特別做這塊日頭落傘，做的很漂亮，想上一次就有去。真的嗎？你還可以做的帶生意的一個玩泥沙，搞然後還有小螃蟹。哇！最重要，因為我喜歡狗狗，我還會帶他們去。哦，被狗遛。被狗遛。對了，佢其實除了家講嘅新月沙灣啊，他就買凍河狗啊、凍河料嘅蔬菜做啲本台嘅附加。附近就有嗰種誒鳳鼻隧道、凍河，也幾連沙到新豐嘅幾條路，有毛港全部凍河，我就從路落嚟了，附細屋落嚟了。好，真嘅。啊，你叫姐，唐公那邊附近係咪有一個南寮漁港？南寮漁港去走嗎？有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有什麼好玩？動作戲的東西呀。哇，廣東寫嘅東西哈，你想不想知道今天我們要做什麼？新馬街就做的。哦，新馬街全做得了，那我們等下不用開籠了。好，馬上來看一下叫乜嘢食材喺馬街。好，等一下馬上要打開嚟係當季的食材哦，夾嚟看。哦，西力瓜。西力瓜，你等下都拿來是含嘅係美容聖品哦。敷臉哦，台灣先去敷過嗎？有啦，一定有。等下現場也可以來敷一下。好啦，好來分享到今日嘅中日嘅西力瓜嘅牛年，同時呢，見南香中西力瓜，而係用中南嘅香東市咩？喺松行呢個都有名嘅。來分享到嘅係整文正太哥，好呀。文正哥，來，來。先來小記係西力瓜，三季係哪叫啊？3月到9月到12月，都可以養喺在11月，很長，可是
它这天氣香熱頭較唔好種啦，較涼嘅時節較好種啦。啊，日本煙豆腐哈做啲切卡都種喺生日瓜嘛。做得啦，要個空氣哈，唔是結發的話就要個做過落去燉人哈，做燉哈，按叫做肉菜，然後不是一起菜，按就是會打。會太甜。係，當煎蛋種啦。可是太講係一個問題，因為我爸爸都同我講，當老闆做唔得青菜是生日瓜嘅，因為佢當冇食肉嘅。種嚟種好食，從真好食啊！哈，我哋為咗自己健康哈，我冇用農藥，我用葱嗰種少嚟做。今日我哋做嘅係上水還是做乜嘅？你係做涼拌。來看一下。好，來，涼拌。哇，誒，咁等陣要生日瓜係啲乜嘅？我哋就你瓜啲咪都要撈拍水條，啊要撈個紅蘿蔔哈，還有撈個萊姆皮，昨天晚上滷的啦，很入味哈。這個檸檬凍好食誒，酸酸的啦哈，很天然啦。凍針的喎。看你先啊，是流口水啊。誒，你要冷盤係咪講會呢？大家去談到嘛，卡吱好，家己也按樣嘅翻嚟，今日就拿下嘅陳太哥仲有按讚到嘅生日瓜，看下睇自家做變化出乜嘅料理，向下來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。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面試，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今日到嚟嘅生日瓜一般來講，睇起來相對都會做冷盤，不過利用煮做的變化出馬料理，風吹帶來係乜嘅？生日瓜雞肉條，哇，偷偷牽手牽手呢？姐妹。哦，啊，冷水哦，輸人不輸陣哦，同看一下今日會做嘅料理係生日瓜炒甜不辣。哎呦，甜咯，不辣哦，不辣。好哦，睇起來都懂上顏色，睇起來有信心冇？有好，按照我發必須馬上倒數。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開始啦！今日日日都應該非常有壓力啦，因為全部節目誒，我好興奮啊！好，大家來看一下照片。太漂亮了，兩位姐姐。比主機撈暖風機，用啥去做那方面的條路？個頭髮做美髮。真勁哦！用啥都會嗎？不是，我係做。那卡是彈琴嘅，唱歌嘅。哇！那個是不簡單呢，跟你先拍打這個小黃瓜一樣不簡單。因為一般應來講，像我媽媽做冷盤嘅，徐姐長會按用打打。啊，今天為什麼要按用打打？這樣按用因為佢卡入味。哦。那生日瓜係吃中嘅冇？對。安排挑哦，你中哎，陽台。你是一邊那個陽台啊？陽台啊，在家裡的陽台。有在點啊？所以你做啲豆腐卡中誒。對啊，因為它沒有蟲，也沒有撒藥誒。哦。全部沒有的，新鮮現採。做得吃的嘛？直接吃，你有看做功課哦，知道給誰哈？直接吃，對。好了，咁我按台挑呢哦。你可以做得熬啊，哇，鮮甜。早上來的時候，好冇？你是不是你是啊？如果聽到冇聽到，太多醬啦，讓你半講係快樂。好，有湯嗎？你要專業不限制總統。蓮藕粉。蓮藕粉。哦，嗰首記係用太甜嘅。你嘅物嘅東西直接講就好咧。你按去到解哈。啊，做物嘅加蓮藕粉啊。叫看醬。多錢呀？來水哦。是取代便宜粉的意思。對。所以啲咧年年咧，你啊見肉較唔硬啦。所以你要做涼拌嘅係啊？唔係炒嘅啊？我用炒。啊，應該係除了加個蓮藕粉之外，還有加埋其他東西嘛？你嗱加啲油，加啲調油不要要食。哦。好，我們等下回來。我哋旁邊片啦哈。對。嗨。16強嘅是個生日瓜呢。
爱抢不切抢抢。應該要挑咁啊㗎，你就搶一時啦，來跳啦，跟來跳搶一時啦，搶一時啦，因為搶馬沙雪，你要搶馬沙雪，掉沙跪下先。搶一時幾啦，好頭雪啊，哎，你掉沙跪下先。好，問一下阿姐，因為我知道他是走自助餐的啊自，助餐的，嘿，不過你下辣椒係自家種的啊嘿，我表姐自家種的。種的哦，跟辣椒動台挑呢，我用花盆種啊。你沒有啊？也是陽台是不是？陽台啊，試試看看啦，試試看看啦，不是陽台呢？哎，你要會辣嗎？會哦。那我不要。試試看看啦，因為金本炒係甜不辣啊，甜不甜不辣沒有辛辣啊。我們今天改了，叫做添凍辣。哦，甜凍辣哈。人家都信用我愛我呢。多下意思哦，甜甜的多啊，一啲都做好好咧。一點點的時候，啊，你還有炒乜㗎？生地瓜我炒甜不辣，所以講嗰啲還有生落嘅啊。辣椒先炒啦。對，為咗佢變變啊，葱拍，係，葱拍生誒，哦，對，生誒你落去，係，對，個等下葱每樣嘅用用啊誒，先別睇，先別。有啲狂雞片咯，嗬，一定要做差噶。唔多咯，因為等下吧，因為你架先你話落去就好嘅係嘛？還要調味。咩？真家下蠻好，但係你要先撩起來，嗱炒瓜當唔會啲當唔會撇到糊。哦，嘿會炒啦。對，挑米長窮啊挑。不，你了起來，等下你等下轉來應長炒，好嗎？好 OK 好。哇，做這樣的家庭料理哈，你做得做醬醬都沒有關係，啊，做醬醬嘛，做醬醬都沒有關係。哦，嘿，唔會混淆啦，嗬。對。哦，難怪你今日做到紅醬的哦。而且就算頭髮就沒啊，沒買擦邊，因為我們的大姐專門會幫你造型，洗到香香的，對不對？做料理的精神就是講，做菜的時間沒有講究，係嘛？對，心情怎麼講？啊，小個安樣比起來嘛。哦，安樣係啊。安樣做的啊。打給我嗎？你就解下家咧，就種東西係睇下冇看到嘅，咁我主流型嘅嘅。啊，睇下先唔管。啊，總得跳血咯，先講吼。還是我們就大家先分掉哈？可以嗎，師傅？好的。阿姐，那問一下吼，像應該煎個香噴牛嘅時節，有什麼小撇步啊？做得煎到嫩啊樣。先那個用到一個蓮藕粉哈，蓮藕粉俾落去醃一下，用到鹽係基本飯哈，都入味落去，用一下就好咧。對。啊，家有生料起來嗎？牛有生料起來嗎？牛唔是。唔是啊。兩片酸紅螺咧。好。哦。哎，辣椒啊。你是辣椒的嗎？辣椒的。有愛去個有種，我種磨蟹椒。我愛磨蟹，對，我愛好吃辣。咁咁辣呢？對。啊，第一擺糖豆誒。比個鬼椒還要辣呢。好辣。果然，辣的。給你帶了一個唔係那個磨蟹椒啦，哈，就問一下。不然等下我是不試吃的哦。醬煙有當然冇是辣哈。哦。但係一般配色的辣椒樣。係啦，配色。係辣椒啦，哈。係。一道可以攞全部鏟到咧啊。對哈。鏟到咧。好。我現在也是調味。我剛才香噴牛，又挑米狗嘞，所以。真不要。那等一下還要嗎？不要了。兩次嘞。兩次嘞。過來咧。過按腳啊。誒，邊下跳天跳，冇個邊下跳天跳。哦。會出水哈。人家生不易熟。哦。你後太火對吧？煮食哈，煮食人家菜嗆菜係。個種啊，哪有種上來，所以人家煮比熟。是講莫煮到糊安樣就好咧。一天煮出來莫人上色為身體為唔好。佢條啊上色咧。佢條是上色型。上色是下唔好啦，盡量而是熟嘅啦。哦。平常嘅想法，我冇聽到啥係用半夜嘅想法，係個人嚟嗰種係嚇。啊，牛票姐，因為應該係切嘅細呢個係切。片片泡泡嘅片吼，做乜嘅按用切啦？按用切下較熟。哦。切按泡下較熟。對啦，嘿。也係自助餐地度嘅名菜嗎？因為你下袂放行是啦吼，所以自助餐下冇用。冇嘛要用呀。
啊，该嘛该，你看嘛该，秘密武器，鸟饲料是不是？鸟饲料，这个最好吃。哎，你的大鸟的饲料。哦，所以可以紧紧的嘛该啦。经济的那个柴鱼粉啦，柴鱼粉，哎，那个柴鱼粉，煎鱼粉啦，香粉，哎呀，煎鱼粉。可是煎鱼粉基本上没ham诶，它有颗粒跟那个，对，它有一点点咸，所以那有一点啊汉咖酱，哎，好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来倒走熟了哈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等一下就马上来支持看下体育馆底度那部卡米西较好吃嘞。好，一個體育館呢就會拿一個新的瓜來發揮，兩組都做到用風爐法式法拉比包，有冇人上到阿龍師傅？嘿，一兩個。好，來先來試看啊，防水嘅。好。好。來雞柳條剪都凍好哦。沒有，看起來凍嫩哦。黃色的哦，哈，很香哦，而且不要忘記哦，哎，你新的瓜係起卡中誒。嗯。好在雞柳給你帶來咩係磨蟹膠了哈，那我就試吃咯。好。新的瓜仲甜哦。哎呦，這個乾溶溶的安嫩哦。煎肉真係濃嫩呢。有水到粉的黏口。嗯，其實這道菜很考驗技術，包括你要中誒新的瓜有鮮豆有甜嘛，平時嘅就會雞柳條你會處理嘛。雖然看起來很簡單料理，可是我覺得給大紅豬豬都懂。對啊，還有哦，他們有做一個小心機，該還有講到啊，要打，所以他們就打快樂，根本是就落地。啲人都看唔看啊？哦，看哦。看啊。啊，我們兩位咧，昨天老雞柳講一下，要買昨天雞高一下誒。好吃哦。好吃啊，好吃。好吃吼，乾肉今天凍嫩吼。好，我來揾些南廚嘅坤啊。好。好，來。但是你掛嘅動車。還有。凍肉面。你了解下家咧就種東西係大家冇看到嘅，不過主要勁嘅佢係胡椒粉。哇，又加粉。做自助餐的等級，很家常。你知道大家喜歡吃什麼口味？胡椒粉。還有一種。看什麼？還有一種香粉。難怪凍天嘛。好，都在那廚做得到好神經呢，先來請盧師傅搶分數。牛粉，哎呦！好，唔怕，你下看一下哈，依到你係這個姐弟哦哈，看一下青牛鳳到青牛腳哦哈，看清楚了哈，看一下牛鳳個分嘅分數係。哎呦！原因等一下好談一下，先談一下盧師傅誒。伊底下頭吼有用個蓮藕粉，因為個芡醬如果有撈梅頭有芡落去，好個。冇按平按到其他的調味料，它已經是好原味啊！你聽到是現在都睇話可能好冇味道，個油變到好多一點點，變到好油一點點樣。因為咧甜不辣咧，不然咧東西本來是有油咧，應該做得不易炒個油嚼出來之後咧。阿鳳哥咧，因為本兩片係上尾係講吼，兩片係個小黃瓜跟梅頭紅果炒合久一點點嘅，個梅頭籽又釋放出來。啊，兩片我們本兩片跟個梅頭跟小黃瓜梅頭又炒出來，是正差唔多咁樣甜。咁係已經應該都要切嚟好薄片啦，炒合久啦。哦，好。咩已經會記係肉膠嗬？咩？故數咧都也出料理當中睇切間學到嘅，其實也新嘅怪，也變化咩當到，唔過最主要係講我速度好嘅新嘅怪，這個都不卡咩再種哦嗬。對。今日就嚟看啦，也按簡單嘅食材，都帶今日盧師傅做啲變化出乜嘅神奇嘅自個料理嚟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今日盧師傅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因為裡頭按到嘰里呱啦。那不是我的菜嗎？不是我的菜。嘰里呱啦。嘰里，所以切按牛切一塊一塊咧。還有呱，你記唔記得係咩呱嘛？粒啊，嘿，粒啊。嘰里呱啦。拉，等一下拉嘞。呱，這呱就有小黃瓜、苦瓜、西瓜，還有木瓜，還有會
呱呱呱的鸭。我以为是会拉的鸭嘞，鸭肉啊，对，呱呱呱。所以今天就是这一道菜就叫叽里呱啦。这个是我们那个油醋酱，油醋酱就是橄榄油跟柚子醋3:1的比例来做这个油醋酱。好，太神奇的纯料理。就是简单，因为现在夏天我们就是做凉拌，做浪pan样嘅放些。好，你嚟，你先来卤一下，不用滴滴燃，还有便宜粉。牛就比料本店牛做的卡巴溜啦吼。两妹系用布妞，用布妞。你是跟我们借的吗？没，嗰啲係雞柳。哦，鸡里鸡啊，雞里雞，所以同時叫吼。大家有問題要問哦，吼，世云姐，你有搞記，快樂。其實師傅滷嘅雞肉嘅風雪到風水差唔多哈，不過你們家係煉藥粉啊。對，有啲係太白粉係冇。便宜粉，要不要借你點？便宜粉係太白粉。唔是，便宜粉。強龍嘅東西，強龍嘅東西。現在啲叫油飲。飲冇加係嗎？要加咧。羊肉有煎嗎？等下會煎嘅呱呱呱嘅。呱呱呱哈。你要水冇開哦。唔吧？可以。該用煎嘅是袂錯嘅，韓嫩啊，係嗎？那個叫什麼？酥肥。健康料理。所以讓馬里亞可以太薄，嗰啲冷水是不用下去。你這個地方嘛，冷水不用下去嗎？不會縮啦，是不是？唔會越下是熟嘅啦。哦。冷水不用下去，等下滾起來直接就好咧。哦，安啲咧哈。安樣全部會調落咧。係。變水。變水。準備啊。變水做乜嘅用嘅？等下咧係先嚟掛苦瓜去燙過，係呢一片嚟煎咧係鴨肉。我喜歡吃鴨胸。你要係挑梅果咧，加煙燻嘅鴨肉，所以誒煎過本佢好香。你係熟嘅？熟咧。佢咧在豆腐下已經是看有乜嘅東西做得切較變化成做的，就頭咧切東西切到菱角啊，切到個像芹菜啊、水梨啊，咧都成做的係。變相有乜嘅是做變化乜嘅，因為切一條一條是東西全部切一條一條沒做的，嗰啲咁樣切一塊一塊是切一塊一塊。咁樣切一塊一塊係味道幾啊名啦，吼，雞味啦，吼。長料會切幾球啊？全部有6做的咧。哦。總稱差唔多咯，吼。好，來。還是我先幫你試試看看。做得咯，食落去啦。喺你曬地。當好食。英國佢係酸嘅係冇，所以基本上係鹹嘅。係鹹嘅。哦。等下跟油會溶嗎？油唔是溶啊。因為講豆腐蝦係要炒出來就做得炒醬炒啦。你可以給你帶回家。你做得皮款啦，我們一人一塊啊。做得。好了，大家先皮款。準備跳雪咯，先講哦。還是我們就大家先分掉哈？可以嗎，師傅？好香哦。最好是讚國內做嘅。係國內時候咧。好，呢啲苦瓜變下來，你煮一下。佢咪吼特別用嘅係拍嘅苦瓜，拍色咧，配色啦，佢配色，因為嗰啲今日嘅生地瓜要搶色咧。因為英英講啊，搶色嘅苦瓜好腐嘅。係好腐，淡苦瓜嗰種。苦瓜切落去很像雲呢。對呢，很像世雲吧，哈。對。世雲嘛，世雲啊，世雲哦，都成雲啊，哈。我拍到你睇講乜嘅東西嘅，我可能因為他眼睛只有玉膠啦。電到。我有被電到啊。你睇生地瓜沒有燙過？我燙一下。燙一下是好嘅。給他那個個小梅頭有冇？清一下之後咧。呢啲呢？哦。係啊，就得起來。我哋應該絲瓜啦，木瓜冇燙過。咁是燙啊！哦。一下係冰鎮呀。冰鎮。係冰鎮呀。一下跟跟有冇熟起來？馬上係半啲熟起來。所以半啲熟起來。半啲熟起來。喺馬嘅門天未做到門下，係啊，冇呢些門口咧，已經係啊，已經窮啊。看冇嘅門天嗎？現在我們要來煮冰塊咯，各位。冰塊，炒冰塊。炒冰塊啊！那要先煸香嗎？煸香。加油嘛加，我要加油嗎？加油。加條油哈。來，你撩起來，掀起來，掀得到。調味嗎？唔是，我哋就撈嚟嘅東西全攪攪。用咧鴨肉，
调调时候了，因为今天的调味都在这一碗啊。哎，个酱汁凉拌哦，安种哦。全部是冻酱。哎嘛个色全有的哦。调调哦。哇，有点像耳条。你今天怎么那么低调？低调。哦，表面当哦。表面当是做的嘞。凉拌哈。都是要嘞。都是要的哈。对。嗯。因为咧四挂咱木挂会面，所以莫叫长球。哇！冻伤会熟了吼。就是有一些种温沙拉的感觉。嗯，啦。尤其是大料下个热天的时节是料。还是安东宝哎。也还有细挂哦。哎，真的，而且营养素其实都有哎。减肥餐都对耶，这是减肥餐哎，而且油醋酱听起来好唔会亏哈。哎，你做的多是的。那就各位，等一下我先预定2碗哦。他都已经点了饮料了。给我点了。哇！没有装完怎么办？有点浪费。哎呀，不要摆那么多，我觉得。那个鸭胸。跳豆笋跳血。鸭胸。你明珠姐一直讲鸭胸，你一直放鸡胸肉。我会把鸭胸留着啊。来，干嘛叫妞妞啊？伊来油醋酱啊，油啊。油醋酱本来就是妞妞的吗？有。哦，题目应该你是咧芝麻叶。麻叶不？我知咯。那种姜哎。哇，是就不一样。这样子是做对的。给给米俩红叽里呱啦。按钮就后 C 喽。就冇关系，要在第1名就好。哎，打6名啦。要。今日係遇到獎品類，也係遇到獎品類嘅。全部都愛。畢竟明珠姐係客家小炒的女王啦，所以台港唔是少。好。好。都在卤師傅呢個嘰里呱啦，我懂不嘰里呱啦，你都識到，連很用版的，先來出題目。好，好吃的生日瓜，用半音來讀啊。A 係外皮有刺的，好。B 係外皮的色啊，好甜呢。A 就係 B。馬上剪刀石頭布。世雲姐，好了。好，那你要猜拳，你。啊，你要不要先給師傅壓力一下？更加好，人家講，唔好講到。好，那邊人講哈，等於先好，我是人講。應該就秘密就出來啦。好，聽一下。好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讓你哦。A 你最勝選，你最勝選。A 還是 B？好嗆哎，好好。好嗆哎，好哈。好。又個東應該裝韓文。韓文哈。按音樂選 A 係 B。好，因為 A 係 B 咧。哎呀，好嗎 ？A 有吧 A 哈，好。好，有刺的要選 A 哦。那我們只能選 B 咯。好。好，我不要選可以啊。到底到底選得到咧？答案係 A。哦。哇，啊，做乜嘅咧？因為讀了好好嘅生日瓜，熱意，而讀了醋油好偏，切了樣嘅啦，吼，它面起來哦飽滿硬實啊。好有重量感的咧生日瓜，表示個地袂毒的咧水分啊，好多，好生木會讀咧好濃綠的有刺的生日瓜，係而來好吃的生日瓜。它似樣嘅，像應該係講係嗆色的吼，嗆色的好好食。好嗆的。哎，你轉你去甲做。對。哦。係啊。我去甲做。哎，加油中。好，來。以賣菜哦。裡面有賣菜哦。裡面有賣菜哦，有去甲種菜哦。哦。賣20幾年。哦，難怪啦。我怪佢會第一呀題。啊，你剛剛還扒着阿炳哥大腿講，哦，啊，亂講，自己就知道。哎呀，我走燈。還有剩是不是？啊，你們想吃上面那個芝麻葉嗎？我喜歡吃芝麻葉。
来，芝麻叶好吃。咱首先来试看了哈，这个是留着我们的，不要讲。哎呦，来摸食个西瓜，然后该那个油醋酱香下呢。他们应该嘛该。口香糖，他们去吃个西瓜、木瓜。哦，好像。因为西瓜那木瓜吼，系当季冻甜的水果啊，我配个那个油醋酱，酸酸甜甜的。用不用进吃的用班？好吃，好吃。你嘛个你特别感觉水好食咧？哪种啊？你水好食。很爱哈。哎。全部都好吃。哎，都好多。哎，这一盘再给你。好，大家哈。哦，你慢慢。节目上来。好，马上出来金行最杯米馆的挑战喽！爱是太中谱，两嘴运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顺序嘅情况底下，两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又到了料理接力賽嘅時間咯，馬上呢出來我們主持人來抽棒吃，但是先看一下菜色。我每次都會忘記要看菜色，因為菜色到時候都不重要了。好，看一下，芹菜炒蛹，我喜歡吃哎，炒蛹嘅最好食啦。你下做咧抽個棒次，看馬上先。來，民主姐先來啦，銀牌。那我先炒婷婷啊，銀牌啊，炒而已啦哈，移動炒啊，我就是嘰里呱啦。三，馬蓋，哦，聽一個，不用接了。好，來，靠近明珠姐這個，來，1、2、3，哎呦，第三個，恭喜，哎，叫，加媽掉分數啊，好，擺盤停啦哈。頭前係一比一咯，太清啊，強下來加油誒！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的挑戰。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搶開始嘞，阿姐，開始咯，來。好，馬上先來都嗌阿 W 做一下。都在行前哦，唔差哦。做我們的桐樹葉。哦，加多哦。用的先，你老太講一下。斜的，用的切的。先的呀個。怎麼選？乾貨啊。乾貨會泡。哦，所以你還係整水果誒。你自己做來煮。那一般人有咧整水啊，就都應該係整米酒啊，呢啲係整乜嘅？你浸水田咧，浸水放一啲鹽哦，啲鹹夾發出來。哇，看佢切到鹹好哦。佢家你要看佢長銀炒嘅客家炒牛啊，對，因為佢都有準備嘅食材，你看就豆腐乾，它就煮，誒，佢係三青肉係嗎？三青肉。我們是喺切太菇的係嗎？對，等下對啦。而且我們全川沒卡太啊。來一個盤呢係。等下裝嘅。今天好啲咯，今天吼來龍沙圈配做體育改，因為我覺得這個要看各家的刀工好看。好想看你切哦。還是不用吧。哇，有可能你暖風季也個刀工比上的好，所以我就可以放心的先交給他了。對，好。來，哎呦，你先切芹菜啊？要，這個一定要先切。等下聽一解黃衣嗎？忘記上來，睇法到叫人溜半嘢。那上奇怪嘞，該下吼，因為我們在選擇放肆嘅時節，基利龍沙就以實施那個意見冇強人哦。基上來做體力改，基沒上來做體力改。那他說他想做第一個的原因是，然後現切油你搞才個款。做馬啥做第一個就冇關係，要做第一名就好。嘿，打表面啦。要。今日係幾多獎品來，也係幾多獎品來嘅。全部都愛。你想打破規則嗎？對。看用格殺。好，大家來看。你有冇來切個油哦？哎，佢切個油凍醬誒。哦，因為有飯。拿去準備。哦。等下繼續放油。哎呦，安驚呢哦。4、3、2、1，冇停。好，停，第二棒我們上，第二棒，切，聲音小，好，那就孔蓋片咯哈，那就孔蓋片咯哈。哦，該不會是油唔係，哦，咁乜解？蒜頭，蒜頭，蒜呢頭，
蒜苗啦，蒜苗啦，放一起，盘都用掉了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他会切嘛？切嘛？圈出来表演一下。该切好的没做咧冰，个正冰了，老师说。做咧冰蛋糕啊，看蛋糕。还有你声音哦，声音。要条件要切什么？不是3分段。对，好。省油。 3分係嘛個意思啊？ 3公分係啊。哦，3公分。我想說最多不就2分，哪來的3分？好。你可以差不多係附位嗎？我不能動。可以不要也可以要好。因為好柔會嗎？對。因為通常尾巴會比較柔係嗎？不會啦，還好啦。好。先不要香，哎，要嗎？不要香。不要通嘛該？通一下。通嘛該？通了。哦，剛才先不用去哦，當水滾的時間係麼？嘿。所以呢啲係用嘅先糖果哦。通一下出手冇睇啦。哎呦。去腥啊。去腥。那肯定要先不要煮肉。哎，你冇動油，冇用動到油去煸啊。哦。先用滾水去燙一下嗬。哦，滾嘞。要揉油嗎？不是，不用。米酒嚟嗎？直接燙。我揉米酒。之前就夠了。用啲鹽。啱係啊。係哦。鹽本身係鹹味啊，係冇鹹味。鹽啊，浸久咧嘅鹽就睇嚟啦。哦。係啊，夠了。燙給它有捲就好。又鹹伊來如何？哦。啊，要鹹嗎？要芒嗬。我先煸嘛該，蒜頭要煸嗎？煸豬牛。你提示有。哎，昨天先煸圈菜。圈菜怎麼咧？好了，先煸了吧。啊，對，豆腐乾煸過以後才會好選。對。我會撈起來啊。對。不要，就我就做客家小炒概念。這個可以撈起來了。做唔得嗎？豆腐嘞。省油。其實民族節係客家小炒的王啦，所以台灣唔是燒。好，唔是燒，那就是口蓋片了。對。水不要泡到。哎，我們進度好佳的哦。剛才嗆一下米酒，嘿哦。哎。這油呢，直接下去炒。我直接下出來水會樣做得然後酒下落去，它脆。哦。呢啲係安尼麼師傅？酒冰下用吧，合切啊。係。好。跟阿姐講吼。跪下。阿姐講，圈菜是聽我水妹長喺表，什麼解？天天炒啊！我提上界，佢冇事情好做咧。係啊，佢冇事情好做啊。個酒硬到啊！因為我們要去腥，我們沒有現糖果。挨冇糖。好，倒落去。第3棒哦，第3棒哦，第3棒，聽。一龍他該下就講啊，他們兩個比較喜歡吃辣一點的。我們客家辣妹子啊，對不對？你看很有自信。之前要菜要熟。哦，菜要熟啊。冇熟唔食到身體問題。未熟即係唔熟喎。係啦，對啦。我等下嗌熟死佢咯。好，第3。白強加油啊！哦。你要發生乜事情？冇發生乜嘅事情。表哥說啊，剛才就嗆還蠻多的米酒哈。米酒。非常多。動作，哎，不用動作。我想問一下信上，梁生信上問一下，像個圈菜哦，加入去這個水嗎？要給它加一下，對不對？加啲都冇調到咗。啊。調到第3音收聽咯，第3音咯，哈。啊，剛才挑梅圈挑好嘞啦。你確定佢挑好嗎？等下我啱啱試看。你有先試梅頭嗎？哦。係嗎？係啊。好係啊。先試下。係呢度街道撈佢講，係呢度街道佢講哈。那個。我感覺圈菜冇熟嘅。冇熟啊？圈菜就冇下。那這樣子，我們的那個因為樓梯嗎？唔係，我冰酒落去唔怕。哦，冰酒是唔怕。冰酒的意思係乜㗎？是法文啊。好脆啊！啊，冰在醋落去講。其實是你好的意思。你老美有啊？老美有啊？醋嗎？冰在醋下去，它對。佢掉咗，冇聽到。阿廖係冇廖係冇。阿廖係冇。加掉。湯係冇湯啊嘛。湯冇啦，湯冇湯啦。湯啊，冇啊。好嘞。不教父啊，不教父。小姐不教父呢？你兩個教了。冇。他該是好嘞。你很恣意的發揮誒。係啊。
水像遐菜又熟，哦，菜又熟啊，冇熟50度身体稳。面状在调熟哦。係啦，對啦，係我等啦。下愛熟死落去咯。做得啦，做得哈。飲我調啱個好，那再烤雞片了哈。动香吧，两片都正差动作。侦查动作吼。正差动作。可是我们的口音，我觉得有一点跟客家小炒像，但是已经有做到客家料理的精髓就是比别多，嘿，对不对？要边哦，要边吗？要。哎呀，你声音边听哦。好。哦。哎呀，单枪按用边啊，就当上是猪肉哎。啊，有调味吗？要。调油係嗎？对。哦。還有乜㗎？还没，忙。那够了，来，辣椒啊！你吃很辣。哇，你係鬼，你係乜嘅椒？鬼椒嗎？鬼椒？唔係，一般的摸仔鬼椒啦。摸仔鬼椒係啊，磨蟹椒。不是一般的普通椒，一般嚟啦。普通椒。龍椒。大辣椒。大辣椒。辣辣椒嘛。一樣都大辣椒，普通配色而已啦。泡了豆漿嘅哈。全部料變落去啊！全部料變落去咧。啊，料會變嗎？快哦！椒。慢開。用嘅我別多哦，係冇？用還蠻變哦。用我先變嗎？一下變係啊。全會慢慢熟。一馬上就也蠻熟。不是按熟的。用色是用色。要酒。水啊。酒在這，嘿酒。你用煮的做法是用鹽啊，鹽嘿鹽。因為啲咩牙絲啊，唔會食。對啊。因為用牙絲管咧。哇，加酒落去。咁梅頭出來咧。當真的，我不用用嘅，我比別多。誒，我哋煮嘅食凍醬哦。好了，有魚。好咧啊。好。有別多。我哋可以看一下。不說你啊，倒閉應該呀，夾평下就做得咧哈。對。好。調油嚟啊。係。調油喎。湯嚟嗎？湯油咧。湯油咧哈。胡椒粉嚟嗎？胡椒粉。胡椒粉不是。不是啊。可是他趕緊懂好吃福德粉呢。用糯米夾的呢，很雜。也是。那你先試味道好了。好。按差不多咧哈。那就倒熟咯。好。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吃吃看那最杯米一罐，那部卡真係你嘅猜中譜咧。好，第二春咧芹菜炒用嘅，算係客家人嘅西門西炒地都當經典嘅一次料理，姐姐都表現到當好。 對唔菜來食咧嗬，大家來吃吃看下來。來，哦喲，你都準備好台盤呢哦。我們有咖料哦。客家煙啊，客家煙就是這樣台盤。誒，唔講英式。誒，唔講英式。呢條還要加3千樣哦。好，姐姐來食哦。用凍切呢。好吃。這還有客家炒用嘅米湯。還用湯來煮飯，唔會硬硬。玉紅什麼？好吃。哪個你最喜歡？玉嬌姐，你不要跟我說玉芳哥哦。哪一張你最好選？哦，這個用真經厲害哦。厲害啊！那我們思雲姐咧？用咩用哦？好來揾些南廚嘅看啊。好，大家都食看哈。咩凍好食咧？很香。那芹菜哈，因為兩頭菜啊，主題是芹菜。那芹菜那個油啊，這樣凍起來才好食。對，而且兩家姐姐全部用誒切到凍度後，真的剛剛好吃那種紋路這樣。我們的後勁很強哦。好，緊張嘅時間來到了，兩個芹菜炒用誒，雖然講姐姐都做誒非常嘅簡單，不過到底那做出得到師傅嘅中意呢？先請盧師傅搶本書。啊！2份嘞，2份，你看看一下，青永鳳7師傅，你用會喊喲。是雲姐幫餃子唔好夠咗哦。講起下，講下。給他一個交代。是係你用誒政策，可能你啦用嘅定水可能真好調掉。
现在后面，了头时间拄好，后有了用的香味，还有了头去配其他的东西放下，配落有点中药啊、豆腐干啊，了配落下去落梅头吼冻住吼，了头可能是辣椒可能好前面是表下一边的，变到就好辣嘅，梅头全部后背变到蓝梅。经过其他的香味。张伯谦最改米糕诶，冇办法嘞，一块钱辣椒是不用辣的。我去龙沙街下就讲啊，他们两个比较喜欢吃辣一点的。我们客家辣妹子啊，对不对？于小姐举手，你看很有自信。好了啊，阿凤，讲看啊，怎么个第六个人啊？基本上，俺那阿兵哥的上班没看到，佢家有动有层次感，用是用的梅头。啊，主要咩主要梅头，啊，加昆菜炒落有嘟好菜，有嘟好，加全部的东西炒香下，嘅梅头都有出来。啊，俺冇本两片正常用班，应该其实应该米酒落去时在烧，包括淋锅边时候，佢嘅酒气让会挥发掉，佢嘅用嘅梅头让会冇安用烟，好是正常就安用烟停啦。谢谢。都做冻好啦，嘿，都好。哇，我们遇到对手了。咩啊？其实讲正经嘅，都有诺贝尔比赛界要当到限制，比如乜个冇路系冇火，大家要冇按好就讲样来做出。可是呢，凭良心讲，两组正经都做到10分嘅战斗。Andy 最有福气，今日呢彭主得到3分，恭喜彭主要3今日呢加开机，恭喜！哇！人家奖品没看过哦，我们要送出的是不锈钢便当盒，然后一体成型真空焖烧罐，两盒全送给你。来，哇，恭喜！好在有量诶，咋就做得本嘅哈。对，马上先来请秘书姐来大家分享一下了拜参加的心得。非常的欢喜。欢喜到全部都俩还蛮帅么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他一般还会来参加吗？哎呀，哎吼，哎呀，你从速度吹毛拿出来嘛？3000块唔啦。恭喜！南风之老大家分享一下了拜参加的心得。第一摆来了，特别参加了客家天台啊，真欢喜，但是又紧张啊。你要用的做哦，都开始凊彩你根本做嘛该是做嘛该哦，安尼根本你安尼看起来很摆很做得来。错，安吉摆，过来表现一下，恭喜！谢谢。就经验的哈，航班表演好好啦。啊，现在我们问一下。我们那个玉芳哥的妹妹，嘿，有吧？玉娇姐来老大家讲一下，今日来参加就蛮感想，就在老大家讲哦。非常的欢喜来参加了这个节目，心情都快乐。看唔出来呢。有啦吼，用到幸福啦哈。啊，今日虽然冇得到奖金嘛，不过得到了奖品的以后啊，还有我们可是有吃到阿炳哥的料理呢哦。对。好啦，啊，世云姐，昨天老大家补充一下，今日来参加比赛就蛮感想到心得。哦，当欢喜哦，啊，了头又风景又当好，所以我就按照住了头做了事的当好。下摆我们来参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共同做做到哦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好，非常羡慕有四个姐姐共下来啊，特别老七家好淑女咧，来到节目当中来老太七家来分享，你都好多动作。所以刚刚呢，每次老爷嘅卢师傅给我们带来4个料理专利来制作看哦。对，系啊，看到啲时间哦，其实非常的新鲜嘛吼。该下吼，大家冇看到嘅细节哦，他们还特别拜了一下代姓王爷呢，大家府邸吼。哦，希望今年做得得到奖金嘛样。啊，今天风水得到咧，航班还有机会，全部人夹夹来参加，希望大家全做得得到奖金哦。冇唔错，依家之主呢就分享睇起家 Q 下来挑战 ，Q 下来好事不？依家之主，你下礼拜再见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